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7日 AM 新闻，我是陈志安。先来看今日新闻重点。台湾加拿大关系大进展，加拿大众议院委员会通过台湾报告书，主张台湾的未来爱由台湾人来决定。清明假期初2甲初5各地拢转好天，交通方面如果初3开始就会出现就北的车阵，可能要拖到暗时7点才会透。根据瑞典哥德堡大学的最新报告，台湾是世界上受到境外假消息影响上严重的国家，而且连续10年拢占头榜。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台湾甲加拿大关系有大进展。加拿大众议院其中的家庭关系特别委员会通过台湾报告书，提出18点的建议，讲到台湾甲加拿大应该展开政府对政府改善的外交访问。而且主张台湾的未来爱由台湾人来决定。有学者分析，双方会当对经贸、文化方面开始合作，可能较会发展。台湾甲加拿大关系佫突破，加拿大众议院家庭关系特别委员会第一摆通过的全方位台湾报告书，18点建议当中，讲到大家应该展开政府全球外交访问，佫讲到各国政府应该爱明确主张，台湾未来该由台湾人民决定。学者分析，实际执行的行政部门会佫较侪面向顾虑，台湾甲加拿大合作为经贸文化，会是较简单的突破点。外交部长不能来，并不代表其他的具有比较功能性的，比如说教育部或是经济部，乃至于司法部等等啊。那么也许这一方面的交流，我觉得是我们可以先努力的先着手的部分。外交部表示，显示各国国会跨党派议员对台海安全重视，表达肯定和欢迎。国际友台日头更加大，台湾也继续提悬国防力量，为强化飞行安全，空军向美国买自动防空地系统，被装伫继续各界升级的 F-15布拉克指控，奉请美国空军按算伫明年伫台湾安装测试。军事学者分析，这系统主要是伫驾驶员出现空间背向、智力混迷、即底层性失灵的时阵，应接手操作，避免意外发生。如果说飞机可能在面临一个危险的话呢，它就会提供给飞行员一个讯号，那让这个飞行员能够提前控制飞机。那如果说飞行员没有控制飞机呢，他会判定可能是飞行员失能，他会自动去改正这架飞机。飞行员已经可以挥手操作飞机，那他就自动解除这样的控制。学者表示，若未来用型高教机，甚至是 IDF 建国号战机，也有同款的自动防空地系统，对飞官战机等战力保存应更较完善。另外，国防部公布初1到初2，查到强机10架次，3只强舰继续伫台海周边活动，交代行动依然无停止。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出访瓜地马拉，今仔是接受因总统贾迈代邀请，参访因的国家公园，体验玛雅的文化。贾迈代是搁在大声挺台湾，讲到台湾伫咧拉丁美洲，落尾敢若剩一个邦交国，一定嘛是瓜地马拉来小挺到底，嘛直接甲中国好后斗的言论，甲抢倒转去。China， 几个台湾？大声喊台湾加油！瓜地马拉总统贾迈代伫晚宴无讲准备好的讲稿，就是要以实际行动表达支持，强调世界的民主受到威胁。伫这个大国需要团结的时刻，台湾是唯一一个无放弃瓜地马拉的友邦，更加直接反击中国最近乌壁甲嘅动作。Hace poco tiempo, un presidente latinoamericano me dijo, pero si Taiwán se está quedando solo, ya son pocas las naciones que le quedan.Pues si le quedara una, sería Guatemala. 我们共同见证双方多年来的合作成果，也开启了往后更多的合作计划，意义重大。贾迈代对台湾邦旗挂保证表示，会伫国际上支持台湾主权独立，家己10月底也会到台湾访问，希望未来会当有更较侪交流，毋望会当有台湾直航班机。贾迈代力推文化观光，透早更加邀请蔡总统参访蒂卡尔国家公园。So Aldi Mayan area has 400,000 square kilometers, including 总统蔡英文登上新店，感受玛雅文化3000年的历史。蒂卡尔国家公园是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也是玛雅文明的心脏。贾迈代送特色礼物，佮坚定握手，为台湾外交处境注入强心针。4000多年的这个古文明嘛，希望说两国的邦谊永护，是不是有这样的意义？哦，那当然是不希望邦谊永护了。3000年不为过。记者综合报道。
清明假期休假第2天，渐渐的转好天咯。气象局表示，今仔日开始到初5，各地水气拢少，拢是济云好天的天气，相当的烧热。若交通的方面，走高速的顶半日拢会真顺。疏发方面是透早5点就出现落南的车阵。另外，伫咧桃园机场，昨是创下一天内出入境人数破10万人，这疫情过后上悬的纪录。疫情了后头一摆出国旅客真欢喜，伫出境进前，大家翕相。清明连续假期第1天，桃机单日出入境旅客已经突破10万，创疫情了后的新高纪录，初期也有9万人次。真侪旅客拢做好要等待心理准备，提早报到。就是因为提前做准备，才感受到说我们很快速这样子。有特别提前来啊？对。提前多久？大概提前了3个小时。把连续假期伫国内旅游的旅客也袂少。清明连假第2天，苏花界所有段路南车流5点就开始出现。合区警方出动190位警力协同40位义工，沿线进行交通疏导管制。车子停等的车流尾端大概在那个苏花新站，约3.5公里。提醒驾驶朋友行经苏花路啦，那务必不要疲劳驾驶，然后务必开启头灯。公路总局表示，依据以早经验有判，连续假期第3天下昼起会有大量上班车流，预计车坐较塞的时间会到暗时7点。观光局也提醒用路人4月初3起会出现提前北返甲休假车流，各道北返民众会当伫早起相对离峰时段出发。那天气会渐渐回稳，各地转为济云到好天，气温也会逐日升悬。各地白天都是比较相当暖热的一个天气形态，要一直到6号过后，北部宜兰转凉的这个幅度会比较大一点点。4月6号开始，也就是说上班日的第1天跟第2天锋面会通过我们台湾，所以这个后面的东北季风增强的一个情况底下，迎风面的中部以北、东半部降雨几率都会明显的增加。气象局也提醒民众4月初4到初6，金门、甲马祖会有局部部也是低云，往返旅客要注意航班资讯。另外，初5透早中部以北地区会有局部部也是低云，影响连结道用路人要注意行车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清明假期第2天趁好天，不少民众拢出门行打。屏东的小琉球慢慢地卡街顶所在，透早就出现排队的人阵。第一线要往茶城、垦丁的水底寮5车路口，1点钟的车流量特别到3000台。若是风景区，高雄敢若这拜6礼拜连续3场的演唱会，观众的人数都将近20万人，和积分的运量是搁再创悬。路边摆甲长乐路将近100公尺，只为食一顿早顿。连假第2天，屏东小琉球游客是真多，不止食早顿爱排，连机车拢无一定坐会到。9点前就来排队了，大概排了半小时多。工作人员溜达独迪卡，今年清明连假拄好拄到轮椅月。台湾风俗正规，轮椅月应该买迪卡互北部添收。专员有名迪卡街透早就拢是人。我们现在猪脚就是比较缺货，那我们就是从早上7点开始排队，然后差不多卖到10点半，就猪脚就是我们就是要供应内用了。垦丁南湾的好天气，吸不少游客来佚佗。和第一线水底寮5岔路口，初2早起，敢若9点到10点，车流量到3000台次。警方关紧调拨车道来营运，不过爱疏分的不只是一般道路，也有捷运站。月台客运线上游客，站长唱歌挽街单车道路。拜六暗时，高雄5月天张惠妹大港开唱3场大型演唱会，观众人数将近1万，和高这一天运量冲到25.3万人次，只比3月中 BLACKPINK 演唱会第1场运量较少。在捷运的方面，我们动员了200多人；在轻轨方面也动员了40人，包括在捷警方面，他们还有辖区警察也动员了130人次。那这些人次呢，就确保了昨天晚上在疏运的过程当中相当的顺畅。上万观众考验高市府的疏运能力，因为初25月天甲大港开唱1万有场次，高捷甲轻轨也继续甲开放处，希望用伫线定了后，真紧完成人潮疏运。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水真安岛，水公司原本是想讲会当调大庇的水来互民生使用，但是强要甲大庇的水抽甲大底。水公司经过调农业用水来支管，望互水柜救等于到8成以上。今仔昨高雄的山区、台南拢有落小可雨，不过这集水拢真有限。有过这水情若要较透，恐惊就要等到5月黄霜雨来。
黄色的沙洲对水面现出来，水位到淹过白灵溪的卡地1点啊。高雄水情正暗，水公司用大庇护来支援供水，造成水位下降到6成。对岸边看过几下的沙洲现出来，水公司赶紧调用农业用水支援，初期透早水位回升到7成。目前我们是有先协调这个农业用水哈，先支援一下这个民生用水。那所以说我们现在的水量供给是大于需求的。现在那个澄清湖水位它会慢慢的续升。雨声插插地，初一要按怎高雄、南马社、桃园等山区开始落雨，互高雄总算有水量入效。水公司表示会慢慢欠水，互大庇护水位转去到8成以上稳定供水。同一时间落雨的，阁有詹文水库顶流，虽然单有11.8毫米，所以已经是近3个半月以来单日上济。纵使明之下降这些雨，我们的水库还是有一点点很小的径流量了哈。所以说降了这些之后，目前还在观察它的径流量有没有稍微变大一点。那不过基本上这么一点点的降雨量，对于整个水情的帮助是有限的。连续2个拜6礼拜，台南地区拢有落1点小雨，南水局嘛趁有水器伫水库放盐剂做人工净雨，可惜效果有限。南水局评估恐惊要等到5月黄霜雨季节，看敢有搁较大的降雨，才会使真正对水井甲水库水位有帮助。记者陈焕武、陈显坤高雄台南报道。美国的中西部甲南部地区3月31日开始受到强烈风甲强烈的风暴霜冻，目前尚无有22个人死亡，数百人受伤。灾情严重的阿克色州是宣布紧急状态，搁伫咧伊利诺州是有县医的厝顶，互规个吹甲放起，造成伤亡。Holy shit! Holy shit! 隔日封锁过阿肯色州的小盐城，互点伫车内车主惊甲是一直救。美国中西部甲南部地区3月31日，互隔日风侵袭阿肯色州、伊利诺州甲印第安纳州等地，拢遭到强烈风暴。未少面体建筑损坏，电火条倒去，树仔也拢挽起来，社区拢正做重灾区。灾情严重，阿肯色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国家国土安全部向总统拜登汇报了后，决定调动国民兵协助灾后重建。But right now, statewide, we have 5 confirmed fatalities. We have mobile healthcare units on the ground, as well as National Guard members assisting in WIN. 这隔日风甲强烈风暴，佮造成伊利诺州一间剧院厝顶放落去，多是有乐团的演出，虽然真侪观众紧急都向地下室避难，有关有民众死亡甲受伤。Upwards of over 200 people present in the building when the collapse occurred. There was 1 confirmed deceased, 2 with life-threatening severe injuries, 2 more with severe injuries, 18 with moderate injuries, and 5 with minor injuries. 美国国家气象局紧急对阿肯色州附近的田纳西州、伊利诺州、肯塔基州甲爱荷华州部分地区发布加烈风警报，呼吁民众避难。受风灾影响，目前差不多60万户面体无电通用。这场风暴转向东华地区，暗时会出现雷暴并加强风。公司新闻陈世东报道。罗西亚甲乌克兰的小战已经战超过1年，这段期间造成超过200个乌克兰运动员死亡。那罗西亚对这个月开始是搁再轮到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国，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打了批评，安理会权威甲公信已经破产，包括安理会在内国际单位都需要全面的改革。跳水台面顶，运动选手在咧做训练。俄乌战争到即马已经超过13个月，战争期间真侪乌克兰运动员响应国家的措施去前线保卫国家。到即马已经有超过200名运动员阵亡。伫俄国为1开始，照安理会每个月轮调主席国的规定，会请做安理会主席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安理会权威甲公信力破产。І не буде такої причини, яка зупинить реформу глобальних інституцій, зокрема Радбезу ООН, реформу, яка очевидно назріла, щоб держава-терорист і будь-яка інша держава, яка хоче бути терористом, не могла зруйнувати мир. 俄羅斯伫咧7月7日主席國迄一天，佮炮擊烏克蘭頓涅茨克阿夫迪夫卡，互一名只有5個月大查甫嬰仔死亡。部分居民決定退離家園，由警方護送去車頭。Потому что не смогла уже больше терпеть.
Нас дом разбили. Я в основном в подвале была.顶届俄罗斯轮达主席国是伫去年2月，嘛就是俄军发动入侵乌克兰的时阵。对此，乌克兰外交部长嘛表示，和俄罗斯接任这个职务是显国际社会一个脆皮，嘛是全世界上下的愚人节滚生笑。虽然乌克兰继续向国际社会寻求支援，不过伫战争超过13个月了后，美国国已经开始有停止援助的声音。德国国防部阁表示，因为大量援助乌克兰军备，国内武器弹药库存无够，真歹伫2030年。进前报道回来，未来恐惊未阁提供乌克兰军备。公司新闻台是董炳耀。前总统马英九今日透早带一群台湾学生去到乌南大学交流。马英九特别提出中华民国宪法来解说，讲台湾甲大陆拢是中华民国，拢是中国。佮讲虽然两方拢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但是希望会当做伙拍拼，减少无必要冲突，该当诚意来交流。记者，我这样的湖南话还可以吧？可以。现场响起热烈的炮声，前总统马英九用乌兰话回应乌兰大学学生的提问。有见甲学生之间的距离，马英九找2早起带领台湾青年学子，同齐到乌兰大学进行交流座谈。伫主持人宣布座谈结束了后，伊突然站起来发言，向乌兰大学师生讲解中华民国宪法。我们国家在1997年前后呢修改了宪法。在我们的定义里面呢，我们的国家分2个部分，一个叫台湾地区，一个叫大陆地区，都是我们中华民国，都是中国只是2个部分。马英九也讲到双方有各自的制度甲政策，也不过希望会当拍拼减少无必要的心结，进行交流。我们不但同文同种，而且双方都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尽管现在我们分属两边，双方有各自的制度、有各自的政策，但是我们希望呢，大家努力的能够减少这些不必要的隔阂。那马英九预计初3早起下晝飞机前往重庆，下晝参访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甲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刷落暗时住伫重庆。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瑞典哥德堡大学的最新报告，台湾是世界上受到境外假消息影响上严重的国家，而且连续10年拢占头榜。学者认为，假消息利用手机社群传播的速度紧，就长远来看，提升公民的素养，培养独立思考能力，会是咱即马上重要爱做的代志。小心假信息到底身躯边，瑞典哥德堡大学发布上新研究报告指出，台湾是全球受境外假信息影响上严重的国家，已经连续10年第一。有学者讲，其他研究证实，台湾假消息大部分跟中国有关系。台湾为什么会是一个重要的被攻击的对象？其实就是因为中共对台湾是有这样的一个企图的野心哦。以往来讲的话，俄罗斯对乌克兰也是一直在运用假讯息的方式来进行攻击，所以它是整体的所有的认知作战其中的一环。学者认为，防止假信息应该为各个面向，积极加强防范，尤其假信息用手机社群传播速度紧，提高公民适度素养，养成独立判断能力是真重要。或者是一个短期的、及时的，要去针对在平台或网络上流传的假讯息，然后加以澄清，然后进行反驳，及时的去破除这些假讯息的话，也是降低假讯息的危害。罗秉成也表示，长期来讲，爱强化每一个人对假信息的认知能力，所以其短期来就是破解假信息出现的时阵，政府相关部会拢会用马上澄清。压制甲听法是分别强化媒体平台协力，压制危害拓开也对有违法责任。公正独立司法审查记者综合报道。代替太鲁阁自强号花莲弄工人车败马49人死的事故，到今已经满2年。加上今日登到事故现场悼念，批评代替对事故发生以来一直咧开会，所提不出安全解决办法。下晡交通部长王国材去到保存事故车厢的桃园布工基地，当面向家属保证，会赶紧来促成一个独立来监督代替解决的外部单位。代替数控8处新小车这列车早起9点22分通过当年事故现场，家属伫铁轨路边放白色灰塑，对此家庭同时更加希望代替加速解决，唔通让悲剧搁发生。
毕竟很多是在法条上面的限定，所以我们也不能说责怪法官判太轻或者怎么样，那只是希望说司法在这方面还是需要有些改革。就算已经2年了，可是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是很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一样。交通部长古才下昼也到事故车辆保存的代替复工基地参加对峙会，面对家属要求代替爱有外部监督机制，才会当避免悲剧的发生。王古才答应，已经委请前交通部长何廷旦要来催生一个独立的外部组织。他们4月15号也到日本跟 JRC 日本，在跟他们福知山线过去的事故的家属见面，然后也要看看 JRC 日本在这些年来做的一些改革。然后带回这个台湾来那我这边也特别我请前部长贺成旦来协助整个外部监督机制。交通部强调，目前当推动代替公司化，就是希望百年老店彻底转型改革，也表示伫代替处罚协商最后关键阶段拄着困难。对地基债务安怎处理，又完无共识。代替企业工会也阁发声，若政府坚持唔吸收代替亏损，和代替公司负责挂牌工会会控制到底。一个公司开门就是负债累累的情况下，它能做到什么的安全，我们非常的忧心呐。铁路工会一直针对的行车安全里面一直在做考量，我们无奈我们只能就用行动，用陈抗的方式，让政府能知道。对工会合同调，限期4月7日进前得到明确回应，若无会展开抗争。交通部长王国才表示，这几天拢咧积极沟通，希望会当顺利完成代替公司化最后一里路。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市的南兴国中的管教机班正经传出一个自闭症学生，疑似遭遇到师生的霸凌。监察委员主动申请调查，这支学校是无遵照法规定书，才造成相关的事件无法度查明，处理无够完善。但送到监察院通过，对嘉义市府也有南兴国中提出纠正。佮传出疑似校园霸凌事件，监察院接到嘉义市南兴国中讲家己班某自闭症学生，佮叫家生家长陈情，讲家生互同学甲师长体罚，也佮有体能训练甲体罚界线无清等问题。经过监察委员王幼玲调查了后，通过纠正嘉义市府甲南兴国中。他的体能训练是跟他的处罚跟他的联络部没有带连结在一起啊，所以我们也觉得这个是需要再去厘清的地方。监察院调查报告指出，家生家长投诉，家生受共班的医生集体霸凌，另外班导师处罚家生开合跳500个社区体罚，也过学校却建议家长签切结书，自行认定体罚案无成立，也无成立调查小组进行调查，违反相关规定，造成双方家长护具两方拢受损，学校真歹提卸责任，家己市府是督导无好。我们一整年几乎为他开的校事会议跟霸凌案，已经不止这个学生，其他的学生他也都有通诉。那我们每件案几乎都要成立，都要调查。南兴国中强调，拢有按照定序完成校安通报，佮召开会议，也积极甲家长沟通。也毋过定序甲做法未当得到监察院的认同，会根据纠正事项，继续启动相关调查。那嘉义市府回应表示，会督导学校重新检视相关定序，和学生协助。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写款，咱来看各地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8度到29度，中部地区18度到30度，南部地区20度到30度，东部地区17度到26度。高岛地区13度到20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陈志安。稍等的，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铺。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